何人？为国宰相长安平，你是何人？我爱这国天前王，兴兵到来，就看你威风，素言不洽，为国不耻，也敢体念满篇劈城主，以此言行，恐有3条太罪。辟城主，那是爱为国争国之宝，岂有赠送异国的道理？但系莫显出必城主，而你本身年头落地。你有多大的本领？杀！
爱望见红花仙山，兵部万岁啊，为何将安安？金台三路啊，相当处。在杯中爱将连那书包，拜了贵国贤士来相托，谁的是风太谁心，传到顺那边，拜天书三本爱好，爱心从前那多安不呀，条条风从就来颠簸，天书手枪枪，那你就看不懂。已经同意3年，来拜遍师傅爬山八峰呢。也车过那烟鬼，木竹强梁看到，将来看出情。爱汉武来到，心用了吧。俺如何为我的马衣，又看见马？每相唱满天，演出爱呀！共爱黑天色，就按回头马。已经精彩了战斗中，爱望见好往事，能出那头啊！哼，爱那黑毛吹，这就不是公安党；爱那黑有吹，爱一天我补两个元素。望见啊，你头来，竟然推那么个东西啊！太人啊，爱公安党，你敢会不爱出去啊？你是冇讲出去哦，你下外国战士竞技，在上长安平，本车过嘅人打牌，有毛病吗？强啊，我本人打牌，你还同我讲我出去啊？可是当真。哈哈，哈哈，啊！你该是嘅，你谈到外国本人打牌，你还同我笑乜嘢啊？哼，爱少年每本打杀强名看唔到，爱盲见仙家门徒法术高强，能三挑神兵，百兵铺陈，嘿你俩条唔为看人，将为本人打到6把流水。哈，有样啊冇样啊？哼，嘿有样，我推荐你，我来找明国王。你那系有才挑，打赢佢天亲王，这就是你太太嘅功劳啊！马爱章，来来问你，国王敢有乜嘅条件？有，万年那系打赢嘅天亲王，佢啊就将水帘公主匹配本佢做夫妻。安样好，我不论粉身碎骨，也会捉佢天亲王，得到水帘公主。好，太爱上天禀报国王。
天下间分为7国，各国都爱会送国，每年招兵买马，古王也爱会送国。日本唐燕车国天亲王爱来讨辟尘族，派了宰相长安平出征，不敌身败以后。参见国王，不用，多谢国王。国王，俺5府6部都挑选过，你只天机暗强，就无人有办法打赢佢。这为何是何啊？我就有讲过，马上难得得胜回朝，先封赏，晚封侯。还爱将水帘公主匹配其为妻，不过就无人敢出来两字啊！参见国王。何事？国王，你讲啊，我招客英雄，无办嘅英雄。cái cám nổ tù啊，有一個盲見，佢仙家門徒，佢有講我，而那係殺其無罪，本其大便，佢馬上啊就做天親王轉來滿罪。啊？可是當真？有人我，佢我嗌啊，有盲嘅條件，嗌老佢講，國王有講，那係大人，前封賞，反封侯，行愛將水簾公主啊，匹配本佢做伴娘，佢馬上就講好啊。家家大旗上天，遵命。参见国王，天神。请国王。望见你可有此胆量对付车国天亲王，几乎你非常的高强哦。小小天亲王，不睬我的言语，好，输你10万的兵马不用输我1000兵马就好。啊！车国有10万军呢，你敢有此才能啊？兄弟就冇辦法，佢算哪個東西呀、國王啊！口出紅顏不成了，
国王唔是担心，人讲作车先乾王，我就作个天乾王，进来本儿满吹。骗鬼嘿！我老二大度，你怎么才挑足个天乾王进来啊？哦，我那个有才挑作个天乾王进来，你爱用办？你爱挨钱系嘛？我冇爱钱，给你爱嘛该？我爱你，本爱打西式太笨，我通通为国在上，拼嘛个本儿大？我那个冇才挑，我盲见俩条拿，本儿都喺度准灯抽。好，请国王做主。好，本王做主，属你1000兵马，得胜回朝，招度所下，论功加颂。多谢国王。上。说明可爱蜜分散。